讲到这中国呢，想要举办这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甚至邀请台湾各界的代表出席。刘委会强调讲，政府禁止公职人员参加，也呼吁政党个人等就要遵守两化规范，唔通去参加。刘委会是搁再讲，中共甲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就是三位一体对待政策，目标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甲台湾夹道，推进统一，绝对唔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台湾光复80周年特别教会，暗过对花招议会邀请台湾政党人士统派组织去中国参加纪念活动，是要爱护台湾。刘委会表示，政府已经命令禁止中央各地方公职人员参加。他们所邀的这些人士，据我们知道，大概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老面孔。当然，这背后都有其政治目的。刚好那个馆长也说他要去参加这个光复80周年的活动，不知道副处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不觉得很重要哦。好，谢谢。中国国台办之一也提并且说专家，大力宣传所谓的光复活动，佮发声欢迎台湾人去对话看卖。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是表示，因为两化制度差别，反倒当然若是陆委会想要伫微博开笑话，恐惊都无这么简单。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说，脸书是不准进到中国大陆的啊，但是中国大陆的官方机构却可以运用脸书的平台来做对外宣传啊。那对脸书来讲，会不会觉得被占便宜啊？还是脸书的态度就是以德报怨？伊提醒，面册有私信功能，任何个人也配合中共的现象工具，提供资料较正确，可能牵涉国安法、国家情报工作法甲刑法，相当会负7年以上有期徒刑。佮讲习近平和国民党新任党主席邓丽文的贺电内底重点已经唔是九二共识，或者是反对态度，是要求国民党新任主席要共同推进统一大业。那这个是我们非常注意的一点，那也是我们要提醒朝野各政党的一点。对中共来说，是你要具体的有作为，在推进统一上面。刘委会表示，政府两化政策立场一致，维持现状，认为中央所谓的一中原则、九二共识甲一国两制，实际是三位一体对待政策，主要目标伫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推进统一，绝对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记者综合报道。